金华城的弊案，甲郭文泰政治现金的小目案，是毋是有关联呢？郭文泰进前开4300万买一间办公室，本地租这间办公室的公司有一个股东叫做李天独，甲进前互检察官秘密约谈的威京集团子公司的高层朱阿虎。 因两个人是好朋友，遐尼拄好，这间办公室上尾也是互郭文泰买去。检察官即摆要追查到内幕。另外，这个郭文泰竞选总部的财务长李文忠，昨逢第二届约谈，结果为证人红转被告，以200万来交保，爱个红电子监控。 看到镜头就闪，郭文泰竞总的财务长李文忠，毋是第二摆互检方团去问话，各位证人转被告。曹长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，慢慢走就好了。小心。李文忠20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甲出海，佮爱接受电子监控。 检方表面上，分头对查政治现金的小目，甲金华城用这个奖励。查入侵，没发现两件案件敢哪有牵连。关键就伫郭文泰名下开4300万买商办大楼。厝头家调集要出国的讲法，红这期。柯文哲如果有汇款的话，早就拿出来当贞节牌坊了。规章厚厚在台湾没有，而且还把这个房子继承给他儿子继承了。 所以他柯文哲是说谎。关键的商办大楼，本地承租公司其中一个股东就是李天独，好朋友就是福市副时期兵役局长朱阿虎。严格以后来转进威京集团，子公司顶月开发，去互郭文泰买了个。到底细单的出处是啥？敢会提出政治现金甲金华城两件案件出现牵连呢？是陈运坤吗？还是金华城的某诚信员工？如果是这个资产是金华城的。 沈清清的，那又是假买卖，那这跟给现金是一样的事情，那就有对价了。检方依照将阿的证据深入追查，两件重大案件，敢若会当斗做一回。后一步恐惊就是要查这个关键的细单的出头家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